係滯咗好耐，唔夠膽將佢對我自己嚟講就係 office 嚟錄。我今次都係攞支吉他連埋唱，就唔會分開嚟錄噶啦。咁啊，可以睇睇嘅，唔知朦唔朦咧？就係咁啦，會突咗4拍啊，突咗幾拍出嚟啦，字啊，我都冇心機再去 fix 佢，都唔知數咗幾多拍。咁我發夢啊 MC 人話我聽嗰度係突咗4拍定8拍，我都唔記得咗啦。係冇發夢嗰陣啦，真係最好的悲觀會很美，但願一切無味。無味的感覺面對到死意外，保留天地。更好的悲觀要很美，但被殘害要設法逃避。好啊，好先來好我啲嘅你下流無禮，享受無限自信因此。純友同真也被滅是否無人理記？無人理，無人理，無人理，無言道理。人口販賣女孩被禁錮過，無人可理。純友同真也被無理致死。變態佬騙你因錢財自由生命希冀，女孩不知道沒有逃避。變態佬你們騙女人錢財禁錮斬腳未死。被殘害的女孩，終於都爭相逃避。被斬腳後，難道要學懂飛？被飛落街當自殺，我想你班變態佬無天無地，無道理，無人理，無希冀，無希冀。便也係樓市掛仔龍地田地，無田地，無天地，無希望，無人可理。你係被禁錮轉為到當人肉食咗，變態班變態佬咪成日食飛啊！你又冇臭胃，你哋冇嘢食嚟啊！落麥當勞咯，你又冇閪。啲可樂俾大佬飛到覺得害女就係權力，自嗨覺得分享破鼻咁樣㗎。無人理，無人理，無人理，無人可理。被禁錮的女孩，我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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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細個睇嗰啲禁室培育嗰啲碟咧，我發覺嗰間房咧影到第二個角度之後咧，嗰個房係冇門㗎，原來係深水埗砌機加古代黑魔法班冚家產古惑仔，唔係黑社會嚟嘅嗰班，完全冇道義嘅，係開個 area 喺個 hard disk 入邊，係開個 area 收埋條女嚟禁室培育啊！如果聽話的話，先至又唔知點樣啊乜撚嘢話嗰啲叫乜撚嘢話調教啊嘛，你好臭閪戇鳩！嗰啲日本仔因為自己碌嘢太細，憎嗰啲美國佬碌嘢太大嘅歷史悠久，又唔知係幾時開始有呢個問題，我唔知道啦。尤其係咧生完 BB 嗰啲日本妹咧，可能覺得喺歷史悠久地賺過踩過一啲日本天皇咁樣嘅彈數底下，
跟住嗰啲日本佬嗰啲所謂天王就好撚憎美國佬碌嘢大，搞到佢老婆係讚個鬼佬碌嘢大，仲要係偷食咁樣，跟住咧就唔知做乜撚嘢咁樣嗰啲咧，唉，我唔撚知啊，就〜